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8月31號正式揭牌，行政院長林全同主委顧立雄宣示要完成民主嘅最後一里路。針對副主委現任廉政署副署長洪培根調任案，二度喺檢審會棘關，顧立雄表示尊重洪培根嘅意願，而面對媒體質疑專任委員羅成忠曾經遭判刑是否適任嘅問題，顧立雄動怒，幾度怒嗆記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正式揭牌，第一任主委顧立雄宣示要完成民主嘅最後一里路，而副主委人選現任廉政署副署長洪培根具有檢察官身份，法務部檢審會質疑行政唔中立。洪培根調任案二度喺檢審會棘關。根據了解，法務部考慮將洪培根調回部內當參事再借調，就可以唔經過檢審會審查。顧立雄表達尊重，面對外界質疑委員會嘅組成一片綠油油，顧立雄呼籲唔好再打口水仗。但係媒體質疑專任委員羅成忠因重製他人資料庫而遭判刑是否適任，顧立雄動怒，幾度怒嗆記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揭牌第一日，充滿濃濃火藥味。兆豐銀紐約分行遭美國裁罰57億台幣，風暴越滾越大。行政院林全親上火線釋疑，強調行政院組成監督小組調查釐清，最快2到3週之後會有相關人士懲處同決定。兆豐銀美國紐約分行因2012年涉及違反銀行保密法及反洗錢法，遭美國金融監理機構裁罰1.8億美元，爭議亦都好似滾雪球一樣越嚟越大。行政院長林全親上火線釋疑，除咗強調行政院成立監督小組由副院長主持，喺最短時間之內徹查責任冇上限，最快2到3週之後會有人事嘅懲處決定。由於兆豐金陷入洗錢疑雲，金管會表示目前有73個賬戶，174筆交易仍然有待查證。而董事長徐光熙親赴美國一事，遭外界質疑係自己查自己。林全澄清，徐光熙係最熟悉業務嘅人，赴美係為咗向美國金監機構說明案情。此外傳出原本裁罰金額更巨大，係央行總裁彭淮南介入同美方協調，先至降低至目前嘅裁罰金額。林全表示，兆豐金一案凸顯官股銀行對於法津仲有內控仍然唔足夠，已經請金管會針對海外分行精簡進行檢討。對於兆豐金案相關行政調查仲有人事懲處，法務部同金管會喺調查結束之後會有完整處理。前總統府資政吳禮培批評蔡政府用人錯誤，導致施政出現狀況，仲點名行政院長林全一定要落台。總統府冇多做回應，淨係表示尊重。對此林全表示，如果係政治上要負起責任，一定會負責。扁政府時期嘅總統府資政吳禮培對於總統蔡英文目前嘅施政困境公開表示，蔡英文喺國安、司改同財經方面改革都犯錯，因為用人錯誤根本冇可能有改革。吳禮培更加以兆豐銀紐約分行遭美重罰為例，佢講現任兆豐銀董事長徐光熙就係案發當時嘅總經理。吳禮培更加將矛頭指向行政院長林全，認為佢唔適任，應該要落台。另外，吳禮培同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係叔侄關係。吳禮培表示，吳釗燮好欣賞外交部長李大維，但係吳禮培不滿李大維主張一中原則同9·2共識，所以兩個人意見不同而冇講說話。對於吳禮培有關蔡政府各項人事嘅批評，總統府都表示尊重，冇多做回應。
台南市議長李全教當選無效一案，今年1月台南地院一審判決李全教敗訴，30號台南高分院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李全教同時喪失議員同議長嘅資格。李全教表示心裏面早就有準備，而台南市長賴清德就講呢個係黑金改革嘅成功。1803年，李全教當選台南市議長，國民黨議員振奮綠營錯愕，但係爭議聲中被查出賄選，李全教裝腳買票被判刑。台南地檢署同選區議員黃俊潭提出民事當選無效之訴。今年1月一審李全教敗訴，李全教不服上訴，30號台南高分院二審維持一審判決，民事當選無效之訴二審定讞，李全教確定喪失議員同議長資格。曾經為咗議長賄選案長達234日唔入議會施政報告嘅台南市長賴清德，認為呢個係黑金改革嘅成功。李全教發出聲明表示，咁樣嘅政治環境，佢對於宣判結果早有心理準備，請大家俾佢沉澱一下。李全教議員職位將由同選區黃俊潭遞補，由於議長補選將適用地方制度法新修訂嘅李全教條款，採記名投票，呢個對佔有議會多數嘅民進黨較為有利。台灣新南向政策是否佈局太遲？根據資料顯示，中國大陸逐年增加東協投資金額，舊年係東協10國外人直接投資第4名，但係台灣就退居第8名。同時，南韓嘅積體電路喺菲律賓嘅市佔率已經搶下第1。面對中韓嘅強烈競爭，經濟部長李世光表示，今年要更努力。新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但係根據經濟部統計，2015年東協外商投資金額來源最高嘅係歐盟有197億元，中國就因為逐年增加東協投資金額，排名嚟到第4。反觀台灣舊年對東協投資只有26億元，退居第8，呈現退後嘅情況，不免令外界質疑新南向政策會唔會佈局得太遲。經濟部長李世光就認為呢個係舊年嘅數據，但亦都顯示今年政府要更努力。另外喺積體電路方面，台灣喺東協嘅市佔率一向最大，但係今年1到4月喺新加坡同泰國嘅市佔率都下滑，喺菲律賓更加係排名退步到第3，南韓就一路衝超越美國排名第1。面對東協市場遭到中國同南韓嘅進逼威脅，學者認為，不妨將東協市場嘅變化視為對新南向政策嘅推進動力，思考台灣嘅產業如何升級，提升台灣嘅競爭力，令到台灣持續向東協前進。位於花蓮勇士山嘅礦場通過環評審查，喺民國98年取得礦業用地核定，至今已經過咗7年啦。而台泥金槍石礦預定要喺9月1號開工，環保團體質疑開發單位冇依法提出環測，環保署就放任前往環保署抗議。環保團體嚟到環保署抗議，並且指出台泥金槍石礦打算9月1號開工，呢個廣達103.34公頃嘅開礦案喺97年通過環評，隔年取得礦業用地許可，超過3年未開發，應依法提出環測進行審查，但係開發單位就以今年2月花蓮縣政府先至核發嘅許可證，冇超過3年不必環測，批評環保署放任不管，令到開發單位講開工就開工。地球公民基金會指出，5年前蘇拉颱風侵襲，礦場下方發生土石流衝入和中部隊，令到當地族人從此唔敢上山。
而家開挖山頭嘅另外一面，居民擔心災難重演。環保團體要求環保署應該命開發單位進行環測，並且送交公民告知書。環保署表示，依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可以認定開發許可核發嘅日期，但會進一步研究案件，喺規定60日之內給予回覆。台鐵東部幹線鐵路打算喺中秋節實施第2次記名制火車票，呢一次放寬資格，俾戶籍地喺花蓮同台東嘅民眾亦都可以買飛，但因為只有6個班次，而且台鐵司機員唔知道中秋節會唔會合法休假，令到唔少民眾擔心飛就已經夠難買啦，買到咗亦都可能冇火車可以搭。打開電腦，台鐵東部幹線嘅中秋連續假期車票，從8月31號零時開放訂飛之後，太魯閣、普悠瑪等自強號列車一下就被秒殺。訂唔到飛嘅民眾只能夠到火車站櫃台試下運氣，但係一樣仲係買唔到飛。而為咗保障東部民眾購票權益，台鐵中秋節將實施第2次實名制火車票。呢一次除咗開放 U 同 V 嘅花東民眾可以購買之外，仲開放戶籍地購票。此外，民眾亦都擔心台鐵司機員中秋節會集體合法休假，苦笑而家買到嘅車飛屆時亦都唔一定會有司機員開車。而中秋連續假期，台鐵司機員到底會唔會集體休假？台鐵9月5號將再展開勞資協調。火車司機員聯誼會就表示，減班訴求不變，如果協商破局，會維持依法休假，國定假日唔加班。大家好，我是昆虫老師吳慶杰。我熱愛自然，熱愛旅行，最喜歡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見世界的美好。我很喜歡就是旅行，你可以去遇到非常多離開舒適圈的生活，所以你可以從中去發現自己。所以我很喜歡旅行中遇到不一樣事，然後看到自己的反應。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勇敢往前走會遇到什麼，但是你一定可以得到一個勇敢的自己。流水潺潺，溪石累累，一顆顆濁水溪的石頭，經過時間的淘洗，在藝術家手中延續了生命，幻化為一方溫潤動人的實驗。羅溪石屬於變質岩，它具有堅硬耐磨、儲水不易乾、發磨性優良等特點，同時質地滑潤，不傷毛筆，因而成為高級硯台的材料。也因此，它有着黑玉的美稱。我們到濁水溪尋找這個羅溪石，有好的質地，沒有裂痕，就將它找回來。羅溪石它色澤有墨黑色、棗紅色、帶綠色，有3種主要色澤，每一種還有它的深淺色。地處濁水溪流過的彰化二水鄉，這裡製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一顆石頭從選材開始，要經過好幾道工序，方能成為不可缺的文房四寶。我們要雕哪一種作品來挑選比較適合的石材雕刻嘛，這樣可以保持它的自然它的形狀。我們這個羅溪石它的摻雜色澤都比較活潑，我們就是利用那種不同的色澤來雕刻來顯示嘛，因為那種石材摻雜的色澤不很多嘛，當然對我們來講都好像說一種很寶貴的石材。在藝術家手中，一顆頑石也會點頭。羅溪石經過細細的雕琢，呈現了岩石肌理的美感。一方既實用又深具藝術價值的硯就產生了。硯台是我們地方的特色，台灣的文化是值得說萬世可以流傳。濁水溪除了羅溪石以外，紋樣石、水雕石、龍紋石等也是石藝鑑賞家夢寐以求的最愛。二水鄉的羅溪實驗發展，由實用轉為藝術價值極高的創作。在藝術家的深厚功力下，我們看見傳統文化與工藝精神的延續傳承。
歡迎繼續收睇宏觀粵語新聞。學校開學啦，搶病毒疫情亦都跟住升溫。疾管署表示，台北市一名5歲男童日前出現發燒、左手臂無力等症狀，經過檢查之後發現係腸病毒 D68型。呢一種新病毒會侵犯人嘅中樞神經，造成肢體無力，嚴重嘅話恐怕會終身癱瘓。提醒家長一定要提高警覺。腸病毒疫情再度拉警報，台北市一名5歲男童喺呢個月13號發燒，14號出現左手臂無力等症狀，到醫院檢查之後確定係急性無力肢體麻痹個案。經過疾管署實驗室進一步基因比對，更加發現係腸病毒 D68型陽性，導致男童局部肢體麻痹。而呢個亦都係國內首度檢驗出 D68型腸病毒個案。疾管署表示，腸病毒 D68型係腸病毒嘅一種型別，傳播途徑同腸病毒71型一樣，都係靠糞口、飛沫同接觸傳染，而且傳染力好高。但係 D68唔會出現手足口病，主要係呼吸道感染症狀，輕微者會出現發燒、流鼻水、咳嗽等，嚴重嘅話可能引發氣喘、肺炎，甚至侵犯中樞神經，導致肢體麻痹。由於小男童左手臂無力症狀，復原情況不佳，目前仍然持續住院觀察中。至於男童感染源，從檢體發現病毒基因序列同美國豬相近，不過男童同屋企人都冇美國旅遊史，因此懷疑係社區感染，亦都提醒家長同孩童要勤洗手，先至能夠降低被感染嘅機會。麥寮橋頭國小許造分校遷校風波，行政院重申以維護學童健康為第一考量，維持預防性安置學童嘅做法不變。但係家長開會決定將學生持續留喺分校，而為咗兼顧孩子受教權，縣府教育處規劃9月1號同2號安排分校學童戶外教學，俾老師同學童見面。而從8月31號起，環保署縣環保局將進駐六輕廠區，進行6月禧製成嘅聯合稽查。麥寮橋頭國小許造分校遷校嘅風波尚未平息，家長對上中央同縣政府開學第3日，60名學生仲係續留喺許造分校，但係為咗令到孩童身心健康以及教育學習，縣府規劃9月1號、2號將安排許造分校學童戶外教學。許造分校主任杜顯祥表示，根據統計，戶外教學大約有50名同學參加，而唔參加嘅學生可以到校或者係請假在家，希望顧及到孩童心理健康。另外，從8月31號起，環保署同縣環保局將聯合進入六輕駐廠進行稽查。六輕管理部表示，政府同意廠商設廠都經過環評許可，政府有規定一個基準，希望政府以公平、公正、公開嚟處理。而縣環保局就講，未來幾日都會駐廠區稽查，以機器立即監測空氣是否含有其他物種。歷時1年，花咗960萬，台中一中第4代新校門落成啟用。校長指出，呢個係一座充滿前衛風格、具有地標性嘅建築設計。不過學生仲係懷念比較能夠代表一中精神嘅舊校門，對日治時期第2代校門遺址最後選擇回填感到可惜。帷幕拉落嚟，台中一中嘅新校門展現喺大家嘅面前。擁有100年歷史嘅台中一中舊校門，歷經40幾年，已經斑駁老舊，校友集資960萬，耗時1年。第4代校門大膽前衛嘅風格，強調現代美術美感。不過學生同啱啱畢業嘅校友都唔太認同，認為新校門同校園格格不入，亦都對施工過程挖出嚟嘅第2代校門遺址，最後選擇將文物現址回填感到可惜。台中一中第4代校門設計概念結合空島嘅前瞻，仲有入德之門同鐘樓砥柱嘅多重意涵。對於被批評風格突兀，校方亦有信心未來會同重建嘅紅樓
繼續傳承一中嘅精神。外交部連續8年舉辦國際精英領袖營，其中亞西及北非地區團體更加前往觀光工廠體驗鳳梨酥嘅製作過程。外交部亦都希望透過充分接觸台灣文化，深入了解我國喺政治經濟、科技醫療同文創等多面向嘅實力，未來能夠喺國際上分享在台經驗，成為台灣友好力量。台上面放咗麵團，每個人面上充滿好奇。喺講師嘅解說之下，大家開始按照指示攞起材料，又搣又攣，分割包餡，歡笑聲不斷，熱鬧滾滾。為咗推動國際青年交流，外交部舉辦亞西以及北非地區國際精英領袖營，邀請土耳其、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黎巴嫩，仲有埃及等10個國家21位年輕人參與。行程特地安排佢哋到觀光工廠體驗製作台灣知名嘅點心鳳梨酥。對於呢一班嚟自亞西地區嘅年輕人，新鮮感十足。咬一啖鳳梨酥，大家全部都讚口不絕，更加試住用中文表達美味之意。一系列嘅文化參訪同各種美食，仲有文物等實際體驗，令到大家對台灣留低咗深刻難忘嘅印象。為咗令到外國青年對台灣有更深入嘅了解，活動期間外交部邀請專業講師說明我國外交政策，並且安排學員拜會立法院等政府機關，希望透過多元嘅行程安排，等學員充分接觸台灣文化，建立連結同友誼，未來能夠喺國際傳播台灣形象，為台灣增進能見度。